实真袂明白，万华楼中险恶重重，你为什么偏偏唔肯离开呢？也到有，顶一摆，孙雪红伊明明是故意要将你害死，你反倒转过替伊伫咧暗护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小叶，你误会。过去我也是甲你同款，误会就有孙雪红姑娘。现在才知影讲，伊咧是来将我当作良友知己的看待。那安尼，你是讲孙雪红为着要救你，伊会甘愿背叛万华楼是？如果伊若真心要来害我，又何必这次叫我出险呢？敢讲你毋惊这是伊所设下的圈套？袂，绝对这毋是圈套。德兴啊，情老何情啊！讲运气，你心红美色总杀机啊！万华楼中是多险恶，也名字凄清。卖有阿年，我多谢小兄啊！你义良言，自古的妇女啊，出来情啊恋啊。并非在下无远见，情老也有江苏仙嘞。听你讲的意思，你是完全相信孙姑娘咯？也若安尼讲，伊冒着性命的危险来救我，我哪会迄无相信呢？好好，也无咱暂时莫讲这项代志。也毋过，万华楼内面为严如花甲着叶飞扬，因所作所为，曾经有人交开封府去甲我告状，所以包大人明在下，暗中伫咧监视万华楼的一举一动。所以我希望讲，着遐你会当甲我共同调查万华楼犯法的证据。好，后台小弟的边若是好了后，我一定帮忙你。狄公主啊，狄公主啊，算了，狄公主啊，鱼仔汤煮好啊，紧来，紧摊小来食。看孙姑娘对着遐如此温柔体贴，确实令人羡慕。怎样？你一杯给我啊！我来，我好啦。哎呦喂啊！你甲看，大人大种啊，这鱼仔是遮大鸡，你倒会去食甲见着？我的离婚妻叫做文娘，如果伊若是会当亲像万花楼迄个文娘，安尼毋知要偌好。朗诵大话，温柔乡，歌谣暂定两相离。秋声瑟瑟，秋不尽，断桥。
啥？慢车，过来。是啦。你从小某引到这个所在，到底是甚物代志呢？好哈，你唔听回答我的话，莫非你是有意伤气？好哈，你若真是唔肯见面，那安尼唔通怪在下对你无客气。嘿，嘿，小大爷，请你慢慢讲。温娘，是你，想袂到，你会来找我，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代志啊！温娘，原来你有一身的好功夫，我差一时仔就了你袂着。小大爷，我依然来找你，是有要紧的代志要求你，你会当甲我帮忙无？只要我若做会到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你一定做会到，因为你是一个宝款。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现在万花楼有人要对人以死地，我希望你会当去救伊。是啥人？是孙雪红，伊要害死狄青。小大爷，我讲的话全部是实在，你会赶紧去救狄青啊！孙雪红会害死狄青？是啊，敢讲你袂记哩？顶回伫万花楼东楼的房间，孙雪红要害死狄青，这是你亲目睭看，敢讲我的话你袂当相信？小大爷，我求你去救狄青红。看文娘对狄青如此关怀，分明伊是爱着狄青。唉，我是错用了情。狄青又搁偏偏甲孙雪红斗阵，感情好亲像袂歹，这要叫我安怎对伊讲呢？真佳哉，文娘伊毋是我的未婚妻，若无我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小大爷，我求你，你赶紧去救狄青，你帮忙我好。好，我即马就来去找狄青。雪红姑娘，你实在对我太好，这份情永远我都唔敢甲你袂记。只敢若唔敢袂记你娘娘是。公主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问你，希望你会当老实回答我。好，你做你问，我一定袂隐瞒你。雪红，你讲啊！有多时，你求两生情，可比春花照盈盈。你我相知是非断，问君可静静一生？已经问得我口难开，害我多情有关怀。我对船中纯有爱，叫我如何说出来？狄公主，你哪唔讲话？是小大爷，请坐。多谢。要无，狄公主，我哩要来面煮鱼仔汤吼，较济啦。多谢你。小香，请坐啊。看孙姑娘对你多情又搁体贴，毋知影狄兄，你什么时阵要请小某啉一杯喜酒啊？小香，你也真爱讲耍笑啊！无，
我毋是伫咧甲你讲耍笑呢。面对家人，敢讲，就惊你一点仔都袂心动哈。故人当前拄心醉，分明红颜令偏随，着兄并非留下悔，何不速速托两位小兄啊！旋风虽是美红温，两相无言怎成婚？并非着情无情分，愿将良友结天君。哦，那安尼，就像你所讲的，你甲孙姑娘只是敢若友谊而已，并无爱情咯。虽然伊对我情深意重，只可惜你另外有意中人吼。是我心肝内爱的人，是阮娘。